因为季节变化的关系，有真侪疾病嘛随着季节变化而产生。伫咧秋冬的时阵，因为天气较冷，寒冷会造成刺激到交感神经，佮因为冬天常常拢会食较济、动较少，所以伫寒天会出现消化性溃疡的状况，会比热天更较悬。冬天的话，就是我们气温的骤降可能会让我们生理上有一些影响，像是说我们发现说一些我们身体的保护机制，热休克蛋白这些表现是来的比较少，然后还有说生理上的一些压力，可能会导致说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，副交感神经比较抑制，那这个都会造成一些像肠胃道的血流比较慢，然后肠子排空、蠕动这些比较慢的等等，然后还有说我们也有研究发现说，冬天的时候，我们胃黏膜的那些黏液层的厚度是来的比较少，来的比较薄这样。基美学中心统计，对107年到109年因为消化性溃疡来到急诊的病人，寒天比热天更加加出2.5%。所以，医师要提醒民众，伫咧寒天咧食物件的时阵，若需要订补，爱特别注意，嘛爱尽量避免食食伤紧、食伤济。其实我们就是尽量不要一次吃太多了，就是可能吃少一点，然后吃清淡一点，不要吃一些太油腻、不好消化的食物。然后不要一次吃太饱，然后要大概细嚼慢咽再去吃，不要狼吞虎咽，让这些食物在胃里面比较难去消化这样。然后还有说，烹煮的方式可能也是尽量比较清淡，不要去吃一些用油炸啦那些去烹煮，可能用一些比较清蒸的、煮的、炖的这种会可能来得比较好一点。医师最后要提醒大家。若要预防消化性的溃疡，就要需要特别注意平常时食物件的习惯，佮有生活作息嘛要正常，而且袂当黑白乱食药啊。若是有任何不爽快，嘛要赶紧到病院去就医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